国新一轮中共病毒疫情肆虐，政局变数增多。在中共3月份召开的两会上，习近平的新一届政府班子将出炉。知名人士表示，中共现在面对的困境很多，经济上迅速滑落，外交上被世界主流国家孤立等等，都是致命的问题。除了香港问题，还有新疆人权问题，国际对中共病毒疫情开始时的隐瞒追责，以及病毒渊源的问题。面对种种问题，中共只能强撑，不敢往后退，一退就是下台。2023年度的国际宗教自由峰会1月31日在美国 DC 召开，会议聚焦中共对信仰的迫害。来自美国两党的议员表示，信仰自由是美国立国之本。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迈克尔表示，中国共产党正在全力对宗教发起攻击，着重突出中共对信仰团体的迫害，并点名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下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即将前往中国，与中共外交部长秦刚会面。著名球星凯特表示，美国应强硬地向中共提出人权问题，必须谴责中共的人权暴行。现在全世界都知道维吾尔人、西藏人、香港人和法轮功学员所经历的迫害。根据俄媒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外交部1月30日表示，习近平将于2023年春季出访俄罗斯，并强调这将成为中俄两国双边关系核心事件的头等大事。报道还说，王毅将在2月20日出访莫斯科，届时将讨论习近平出访莫斯科的相关准备工作。根据英国独立报1月31日消息说，习近平很可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1周年纪念日前后访问莫斯科。虽然俄罗斯外交部没有提到这位莫斯科的盟友预期的访问日期，但是普京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将在2月24日迎来1周年。分析人士说，习近平预计的俄罗斯之行可能会打破北京和莫斯科在乌克兰战争中差距扩大的影响，并将进一步深化双边经济和贸易关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新任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1月31日连同共和党众议员蒂芬尼提出了2023年新版本的中国贸易关系法案，要求废除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以回应中国共产党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中亚民族残暴的侵犯人权和持续的种族灭绝行为。1998年，美国立法将贸易最优惠国待遇更名为正常贸易关系地位。2000年，美国给予了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这也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铺平了道路。与去年的版本一样，今年的众议院议案版本将中国的贸易地位与人权记录重新联系起来，并要求总统每年确认中共在尊重人权方面正在认真和持续的改进，如此才能在贸易协议中获得优惠的待遇。参议院的法案同样要求总统每年在国会批准下更新中国的贸易地位。参众两院的法案还将扩大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中规定的侵犯人权和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清单。如果中国做出了这些行为，则会被废除最优惠国待遇，除非有总统豁免。这些行为包括运营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或强行关押人们的集中营，恐吓或骚扰不在中国居住的中国公民，从事针对美国的系统性经济间谍活动，包括盗窃知识产权等。